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3月27日，整體樓市自去年年中轉跌為升後，最新樓價指數已經連升9個月，而近月樓價升幅更有所擴大。香港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今早公布最新私人住宅售價指數，2月份樓價指數報307.6點，較1月的302.8點，按月升1.6%，升幅明顯擴大。年內樓價累計升幅只有2.6%。租金指數方面，亦已連升4個月，再創有紀錄以來歷史新高。2月最新報200.8點，較1月的200.7點，僅輕微上升0.05%。另外，新盤攻勢繼續一浪接一浪，昨日再有新盤命名，有恒地、希慎及帝國合作的紅磡庇利街項目，現命名為 One Victoria Court 首岸。項目分4期發展，合共提供1296伙，當中第1及3期共648伙，已獲批預售樓花同意紙，將於下月初上載樓書，下月正式登場。另外，新地發展荃灣新盤迎進，全盤462伙，最快本月內上載樓書，下月展開推售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